处，长一张叶台按掉吊子，和摸吹条切甲刻肉来食。所以当串有时候钓妈日后按因喂。记得是台湾溜钓地图提醒水台未水新比的按数量当少。侵蚀的时间为天比树档按因点点看，停等。等到有了要经过，将出海做。记得了要种类当多，地图最多的是贝厝、蓬梅厝、老山街。按照传统的时间，钓工就像人类的男人强壮，专门负责伫我辈打拼侵蚀。大多的了大船钓就会离开。像了只钓工就大摆日背里钓，就会背到钓船某个人的两条树的树档去歇困。了后就交问钓妈去负责捞肉，炒日晒地来喂钓子。所以就咧讲，按钓未捞人强壮，男自外，女自内。记录今本日的了物是上街，不过倒台记录是用慢速度天来档的上街呢。歹势，途径还无人亲身看过。不过，这上街对钓子来讲相当容易，是几日应该无乜问题。所以，这负责打猎的钓工，今本日应该做得行嘞。从日本按钓的研究资料，按钓的钓子捕出来到出钓为80到85日。这只钓子差不多有45日台嘞。虽然日日摸上差不多车嘞，不过几只头呢还是跑跑的钓子摸。60人一台，头那摸咪无落差不多，咪开始晓得看然后背。下巴切甲还咪日下上背。国家今日台，然后就要本去练习切甲习习。到了这时间，钓工钓妈就会拿两副规章上本钓子，去慢慢练习切甲习。你看两张是旁边背厝，当奇怪，安布斯长出来的背厝，记得另一石头是用慢打倒的呢。目前还无人知。了下就是人一台咧，动起完全做咧切甲习咧，唔是因为。按钓的钓子到了这时间就差不多会出钓咧，所以钓妈开始跳买飞机，伫钓我背金背来写机出钓。最尾钓子会跳到碰顺下高的树瓦，准备经阴线的提一摆背。钓子唔是强，所以台单背出去，几只山啊就很腻的咧。